學、家長，天氣一向都變幻莫測。今年嘅9月，我哋沙湖嘅師生同埋家長就更加體驗到風雨同路、結伴同行嘅重要啦。9月因為颱風嘅關係停課3日，為我哋嘅學習節奏帶嚟咗一啲嘅挑戰。不過，正如我哋成日講，風雨中更見彩虹。我欣喜見到同學迅速嘅適應，尤其係小一嘅新同學，已經逐漸融入校園生活，展現出勇敢同好奇嘅精神，值得嘉許。今年係本校創校40週年，我哋喺9月29號舉行咗開幕禮暨非遺運動體驗日，師生一同感受傳統文化嘅魅力，凝聚團結嘅力量，為校慶揭開序幕。話咁快就到11月啦，又係測考嘅時候，我鼓勵同學要訂立目標，要積極去面對測考。學習唔係淨係為分數嘅，更重要係培養堅毅同自律嘅學習態度。希望同學都為自己交出一份滿意嘅成績單。校長會同同學攜手同行，同學加油！